等非常之多。咁喺民生方面當然非常之關心我哋嘅啦，我諗上年都會係推動呢個車輛附屬法例，希望可以將進一步係去釐清一啲框架底下嘅一啲細節啦，同埋另外一啲我諗金融中心方面嘅一啲法例都會推出啦，附帶權益啦。對於我哋香港吸引外資嘅基金嚟香港係非常之有大嘅加強嘅一個強心針。我覺得香港即係除咗係我希望2026年，如果大家懷着一個沉重嘅心情係去做好大埔火災嘅時候工作之外咧，亦都要將大家嘅心情係重新去呼吸香港呢一個城市嘅氛圍，感受大家香港市民對於立法會議員、對於整體立法會、對於特區政府嘅期望。咁所以對於我哋新一屆議員係任務重要得嚟，係其實知道個工作係會比第7屆立法會更加艱辛，咁所以一定會繼續。Thank you，唔該晒。